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杀了我亲娘！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炷香，不知道孩子们得没得手。晋王放心，这些孩子都是咱们精心调教出来的一流高手，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武师傅，你扮起平西王侧妃，简直惟妙惟肖。哼，这世上除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，就没有你武师傅扮演不了的人。倩影姑娘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要留在我琪儿身边了。若是被人发觉了，不仅会连累了我琪儿，还会伤害了姑娘的性命。不仅这扮相像，连声音和神态也一模一样。那我呢？我这石副将就不惟妙惟肖了？你呀，怕是连石秋红本人都分不出真假。太子不像易欢那丫头，每项技能都学得很到家。王妃，石将军，叶师弟已经得手了，咱们可以出去了。侧王妃石将军好。继续巡视。你们进去取货吧，我和倩影守在这儿。好，多加小心。当心有机关，大家注意安全。
回去写地图，再拿给你。好，走。有埋伏，我们中计了！快，围起来！爹，王府里好像有什么动静，不会是大师傅和太子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快撤！现在已经没动静了，可能碰到巡夜的了，已经解决了。啊，要不我进去看看？我们的任务是在府外接应，没有接到求救信号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免得打乱计划。好。晋王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吴三桂，你居然没有率兵出征！区区调虎离山之计，岂能瞒得过我吴三桂？怎么样？你们是想束手就擒，还是想再负隅顽抗？哼！现在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战场上，今天你手下兵将虽然众多，但想困住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冲出去！放箭！只许射腿脚，本王要抓活的。是。吴三桂拿进来！活捉他们，每人赏银千两。是。都给我住手！李定国、陈胜男，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，能敌得过本王的火枪队吗？吴三桂，今天算你赢了。你把他们全都放了，我留下来任你处置。我乃堂堂大明晋王，你把我押解送京，交给康熙那个小皇帝，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功劳，而且还可打消朝廷对你拥兵西南、伺机反叛的嫌疑。那本王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大不了，我们就拼个鱼死网破。我临死之前，一剑削去自己的面皮，那我这颗人头可就不值钱了。就算你把我交给康熙，康熙也不会相信的。李定国，我才不会上你当呢。这前明晋王，哪有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值钱呢？你若肯把你这个假儿子留给我，我或许还会考虑是否放了你。住手！还不让开！
你们可看清楚，这可是真的平西王侧妃，不是我们的人假扮的。爱妃，王爷，救我！李定国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竟敢挟持本王爱妃！你们若敢动齐氏一根毫毛，尔等一个也休想活着离开这平西王府！吴三桂，17年前，我李定国亲手射杀了我的爱妻，更亲手射了我刚出生的女儿一箭。我犯下了人伦大罪，天下人人都可啐我李定国的脸，都可以骂我李定国一声猪狗不如，唯独你吴三桂没有这个资格，因为你引狼入室，屠戮同胞，你是我大明王朝的千古罪人。李定国，我不与你逞口舌之力，你快快放了我爱妃！吴三桂，你有种也学学我李定国猪狗不如，今天你也一箭射杀你的女人，这样我们这些大明遗臣就被斩草除根了。你以为我不敢？王爷，住手！父王，你要做什么？你难道真的要学李定国那样六亲不认，连我娘也要射杀了吗？妻儿，妻儿，青阳，我对你一片痴心，我为了你，不惜挨了我父王50军棍，我险些送了命。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杀了我亲娘！妻儿，你睁开眼看看，这就是你不惜牺牲一切的女人！你让父王放下剑。好，我这就放下。但你必须过来，拿起枪，当着本王的面一枪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！不，青阳，我不想要你的命。你把我娘放了，换我来做你的人质，就让我父王一剑杀了我好了。妻儿，糊涂！妻儿，你好糊涂，你快回到你父王的身边去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放了我娘！妻儿，你疯了，快退回来！妻儿，放了我娘！吴应期，放了我女儿！放了我娘！爹，娘，女儿有一事相瞒。我和应期一见钟情，虽然彼此有缘无分，但却在心中默许了终身。我不得已劫持你娘，我愿拿我的命来赔你。不，千英，你犯糊涂啊！千言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放了我娘，我也把你放了，我们一命换一命。晴儿，我爹不可能放了你娘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。爹，娘，女儿不孝，先走一步。不，晴儿，晴儿，你放了我娘！吴三桂，你快放了我们，不然我就和你的儿子同归于尽！王爷，吴三桂，现在你的女人和你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上，我李定国一言九鼎，只要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会毫发无损地把他们还给你。
让他们走。王爷，走。如何分别？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如果弄错了，冤枉了人，我这心里……不仅太子，就连我，也是左思右想，难以决断。在此，我只想告诉这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我相信你对我们还是有些感情的。我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，不再为吴三桂所用，助纣为虐。只要你肯主动自首，我李定国保证既往不咎。是啊，到时候我们还是最亲密的战友，还是一家人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查不出内奸，对我们很危险。不要紧，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内奸就在我们中间，那我们就静观其变。大家都忙了大半夜了，都先休息一下吧。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吴三桂的动静。五妹，走。老大，别睡了。好。其实朕知道，你不信我，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，对吗？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边满是怒火。但是现在，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了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了。老大，朕真的不能没有。要是没了你的话，朕只是一个帝王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朕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言。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来，只要你醒。你醒醒，别睡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是
皮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是个药引。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献上我纯真的祝福，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诗的光速，绽放般诗的光速。诸位师傅，我有办法查出内奸是谁了。二位这一觉睡得好生安逸。我问你们，可知道内奸是谁？什么内奸？你少装傻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爹不可能不告诉你。诸位师傅，既然已经知道内奸必定是我们当中一个人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刺武应奇一剑，杀了他。等义父和武师傅回来，也会每人补上那一剑。不行，大师兄，吴三桂虽人人得而诛之，可吴应奇是无辜的呀。他不仅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还救了我们的命。是，他的确没做错什么，但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，这就是最大的错。怎么，你下不去手吗？难道你已经为情所困，不惜变节投敌了吗？你怎么变得如此冷血残暴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我只能不择手段了。查不出这内奸是谁，后患无穷。我同意太子的提议。若是吴三桂的内奸，他一定不敢杀了他的小主子。谁下不了手，谁就是内奸。我也同意。大师兄，你这么做的目的，无非是想查出内奸。可如果此时内奸也狠下心来捅上一剑，那吴应奇不是白白冤死了吗？那吴应奇也不会白死，我会把他的尸身送给吴三桂，告诉他，杀死他儿子的，他精心培养的内奸也有份儿。就算这个内奸可以替自己辩说自己是被迫刺的那一剑，吴三桂也不可能放过他。这个内奸就再也没有办法为吴三桂效忠了。此计太妙了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倩影，本来我是不想让你伤心的，但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清白，我不得不同意了。不行，你们若是想杀他，就必须先杀了我。坚决拥护太子。好，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必须刺中吴应奇的要害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们只是要杀我，
不会为难你的。吴应奇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要是再不说出这内奸是谁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内奸，我也从来不参与我父王之事。你们要杀我，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：杀了我之后，马上把我的尸身送给我父王。千万不要让倩影看见。好一个情种，我这就成全你。住手！我知道内奸是谁。王妃若早肯说出这内奸是谁，又何必大费周章？这个内奸果然厉害，到现在为止，仍然不动声色。王妃，说吧，这内奸是谁？我肯说出内奸是谁，是为了保全我儿子的性命。可是你们一个个凶神恶煞，不讲信用，在你们这些人当中，我只信任晋王，只有晋王回来，我要他发誓，确保我母子平安，我才肯说。义父跟武师傅去勘察敌情了，1个时辰之后便会回来。到时候，你要敢耍什么花样的话，你儿子照样活不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虽然平时不干政，但是王爷他非常宠爱我，他处理军政大事从来不避讳我，所以我当然知道内奸是谁。那就好。我也不想杀了你儿子，让我师妹恨我一辈子。只要你说出这内奸是谁，我和义父定会保你们母子平安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但我还是要求你们给我们整理出一间厢房，我要为我儿子上药。上药在这里上就好了，收拾什么厢房？我儿子不仅手上有伤，臀上也有伤，那可是为了你女儿爱的50军棍。再说，我儿子好歹也贵为平西王府的2公子，岂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脱衣上药？三师傅，这么小的要求，答应了也无妨。正好院子左侧有几处厢房，你去挑一间整齐一点的，给你儿子上药吧。龙小弟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这不是在做梦吗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，这都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朕啊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。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狡诈，
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？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朕得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，就躲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哼，怪不得你的记忆杂而不精，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。在家有猪哥哥，在外有龙小弟，我干嘛还要学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活蹦乱跳，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，真好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。可是我身不由己啊。天都快亮了，义父跟武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师兄，秦氏执意要等大师傅和武师傅回来才肯说出内奸是谁。会不会他想指认的凶手就是武师傅？混账！不许妄言！叶师弟不必着急，过不了多久，真相自然就大白了。太子，秦明突然发起了攻击。我虽然在外面布置了很多机关，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怕防不住。少爷，给我上！你哪看见我这帮跑？
大师兄，吴三桂这次偷袭好生蹊跷，他明知道偷袭我们一定会危及秦氏和他儿子的性命，为什么还发动这次偷袭？糟了，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回去看看。他是中了呆若木鸡散。吴三桂果然是在调虎离山，他假装发起进攻，把我们引出枪房，好方便那个内奸杀人灭口。如此说来，定是那内奸透露信息给吴三桂，吴三桂才发起了偷袭，配合内奸行动。昨夜在王府遇险之时，吴三桂曾狠心想杀了王妃。后来吴应奇成了我们的人质，吴三桂才放我们走。看来吴三桂心中，女人终究比不过儿子，所以那个内奸不敢动吴应奇，只敢杀了王妃灭口。可是，是谁有机会可以向吴三桂通风报信，又可以对王妃痛下杀手？当时，清兵从四面八方扑来，大伙儿都在奋力抗敌，没有人顾及到其他人的行踪。你现在至少舌头能动吗？快说，内奸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爹，吴应奇他很爱他娘亲，若他真知道内奸是谁，肯定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内奸把你娘给杀了，你娘为了保护你，给灭口了。你还袒护那个内奸？难道你像你爹那样冷血无情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，然而我的身体又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这个内奸为了方便行动，不想让吴应奇认出他是谁，所以先在秦氏的水中下了呆若木鸡散。此前呆若木鸡散的解药已经泄露，这就再次证明，这个内奸是我们最亲近、最可信的人，也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。大家不用猜了，这个人一定是唐一手。第一，他与晋王一同出去勘察敌情，是有机会向吴三桂通风报信的，让吴三桂偷袭咱们，然后来掩护他杀王妃灭口的行动。第二，他有机会拿到呆若木鸡散的毒药和解药。第三，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奋力厮杀，只有他不见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杀人灭口之后就逃回吴三桂的身边了。若真是武师傅杀了王妃，灭口成功的话，又为何要逃走呢？这样不是反而暴露身份了吗？如果不是唐一手的话，那为什么他会不见了呢？对啊，武师傅人呢？你们谁看到武师傅了吗？难道这内奸真是武师傅？
可我觉得武师傅不像内奸。那你觉得我们几个中间谁像内奸？内奸的脸上又没有写字，何以是的？我也不想怀疑是他，可是偏偏他不见了，我也不得不怀疑是他了。不，内奸不可能是武师傅。为什么？你那么相信他？老武师傅，这是我和义父，还有武师傅，为了查出内奸而设下的引蛇出洞之计。太子，所有人都盘问完了，还是没有查出谁是内奸，你看看如何是好？义父，我有一计，可以引得内奸现身，但是需要武师傅配合。何计？义父，你看，若让武师傅假扮秦氏，足可以以假乱真。我们不妨让他跟秦氏互相易容，互换身份，然后你们进来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王妃就已经是武师傅假扮的了。当时王妃为了保护吴应琪，也答应配合。只是她虽然假扮成了武师傅的模样，言谈举止还是容易露出破绽，所以义父才借口要出去勘察敌情，把王妃带出了大殿。大家也都累了，都休息吧。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吴三桂的动静。五妹，走。难怪刚才王妃死的时候，吴应琪一点都不伤心，连一滴眼泪都不掉。大师兄，难怪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原来是为了引出内奸而设的计谋。我收回刚才对你说的那些话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小师妹，你我本是兄妹，不必说这些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的计谋竟然害得武师傅丧命。大师兄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们大家谁也不会想到，武师傅竟然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以至于连还手的能力都丧失了。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内奸要对付秦氏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难道还用得着下呆若木鸡散吗？难道那个内奸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，知道秦氏就是唐一手所假扮的，那他就应该静观其变，为何还冒险杀了唐一手呢？有这个可能，只是现在不仅没有查出内奸是谁，还害得武师傅无辜丧了命。秦王，那现在我娘身在何处啊？娘，晴儿，
牛小弟，我能不能不吃药了？你看我好了，真的好了。不行，这是圣旨。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嘛，我的病和这种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谁说没用的啊？昨儿夜里要不是朕口对着口帮你渡药，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。哼，口对着口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昨天哭了？啊？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？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？朕没哭，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？这你自己也说过呀，一碗辣椒汤足矣啊。哦，龙小弟，你放心吧，这碗药我一定会好好喝的。不过在喝之前，我要一碟蜜饯，一碟枣糕，一碟桃酥，再来一碗糖蒸乳酪。不是，老大，你这病刚好，吃这么多行吗？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一项技能，唯独不能怀疑我的吃过。也是啊，朕的这些后宫女人里边，别人都是吃了几口就饱，你呀是吃饱了还能再吃几口。这样，去盛一碟桃酥，一碟枣糕，一碟蜜饯，还有一碗糖蒸乳酪。这，多吃点。谢谢龙小弟。你要实在吃不下，要不然我再一口一口的喂你啊！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二位且慢。二位，你们已经在这破庙里困了一夜了吧？想必早已饥肠辘辘。我们王爷说了，让我专门给你们做了几样好酒好菜，当然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善待侧王妃和二公子。去，去。夫人，千影，吴三桂派人带了一些酒食过来，我验过了，没毒。我也吃过了，你们过去吃点吧，这里我来守着。走吧，倩影。倩影，你先自己去吃一些，然后再给他们带回来。虽然我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虐待他们母子。走吧。你真的死得很冤。内奸偷了我的呆若木鸡伞，先把你毒倒，要不然依你的无辜，就不可能把你一刀毙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查出谁是内奸。
你要做什么？你这个小狗贼，用冰肌血肤膏把我的女儿骗得如此死心塌地。今天不把你杀了，我女儿这辈子一定会毁在你的手上。但是女儿杀了我儿子，仅凭我一人就很难威胁到王爷。那又何难？虽然唐一手已经死了，可他易容变生的绝技，太子他们都已经得到真传了。我只需要把默生易容成你的儿子，就能骗过吴三桂。范先生，你若是就这么把我给杀了，倩影一定会恨您一辈子的。我情愿他恨我一辈子，也不想让他后悔一辈子，受死吧！住手，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四师傅，叶师弟，多谢太子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1个时辰以后，我过来换班。给。义父，三师傅，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你们的眼神好奇怪啊！没有，我们只是在商量该如何脱身。太子，你先进去大殿用点膳食，我跟你三师傅去守着秦氏母子。好。三师傅和义父，他们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们平西王给你们晋王写了一封信。去。吴三桂说了什么？吴三桂说他有要事与我相商，诚心要我过去赴宴。靖王，你不能去，要谈在我们这里谈，你不能去他军营。无妨，吴三桂的侧妃还有他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里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就算他是鸿门宴，我也去定了。吴三桂为而不恭，左爷有吩咐手下不可杀了我们，要活的，显然是另有企图。所以义父此去，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太子，你果然机敏过人，乃我李定国之信。他若日后太子也能够胸怀若海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那就更是我大明之幸了。义父今日这话，似乎话里有话，真的是令人费解。你呀，真是要把朕给吃穷了。现在可以喝药了吧？快点儿。哎呀，你怎
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？那你小时候病发，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很简单啊，捏住我的鼻子，使劲往里灌呗。这个办法好，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。但是，我喝进去以后，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，因为药实在太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的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